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，伫咱台语读做物，物伫咱台语就沉落去水里的意思，咱讲沉物。另外，这个物嘛有靠收财物的意思，咱讲物收。另外，物药是一款汉药材，有活血止痛、健胃的效果，空喙真紧就会当合我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物收，就是用强制力甲物件扣起来，取消物件的所有权。第二个词读做物官，就是互歌厅物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防疫这段时间，阿明休困日拢乖乖啊踮伫厝内看小说，看讲小说写到嘉庆君这个朝代，好心因为牵涉到20条大罪，毋但财产物官、家产物收，另外嘛咱都死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物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